咧甲咱讲话，咱敢有听到徐师傅咧甲咱讲话？哇，真诶，真厉害哦！爱修行。哇，那真厉害伊就爱听道理。因为伊个爱参加班啊，爱导人啊。因为伊咧讲，咱拢无听到。咱想讲啊，咱咧讲已经咱一个下晡的课程吼，咱那个身躯要表演哦，咱可能先嘛感觉讲，迄是就是一个啥讲啥广播尔，一个广播，听着广播，但是从新闻伊咧甲你广播哦，广播啥？广播讲，咱即摆心若静落来，你就会当吸引朋友的心，但是你敢吸引会着？心敢静落来，若讲心要静耳仔，唔爱包咱煞吼，咱耳仔拢有听着别人咧讲话，但是咱若爱做较讲耳仔听着，但是心咧不予所动。哦，咱拢会晓讲哦，不予所动，敢有简单？无简单吼，即个时阵就爱手中手中，要咱个手中收起来。你的中，即个情形无做主无？如果中即个情人来当做主，咱就静下来。所以咱即摆来练看卖啊吼，来各位先生，咱心情看卖啊吼，啊免咱先来吼，来，咱甲目睭开开，目睭开开，啊，然后甲你的手咧拍扑啊声，大声甲拍落去，1、2、3，拍落。好停，啊，你人哦。声的真济，你敢知影？甲人鼓励，别人会欢喜，啊，咱的身躯会欢喜，因为你咧拍鼓啊，你的手会烧，你的心脏会静哦，伊袂跑跳哦，伊会静哦，安那静，伊会找到迄个节奏会静，所以你拍，一直甲拍，你的身躯会烧，你的心会静。来，咱预备，拍鼓啊，开始。要咱拍到节奏。准备来，咱互咱家己上好的掌声，最后一次来，掌声开始。感谢鼓励。好，咱嘛借着大家的捧仔声，咱甲有发现，静静落来，甲有发现，这做神奇哦，为什么会当静落来？时间还未到，但是谁会当静落来？因为大家用迄个震撼力。统一一个节奏，咱拢无乱的，咱的节奏是统一的，所以咱若大家的心拢会当共心，人讲乌头变心硬，吼，我们大家兄弟一条心，咱无你咱我，大家拢共心，咱会发现，咱进来比外口较深哦，会出情况，为什么？因为咱的心结定，咱的凝聚力会大，啊，咱一个咧就要邀请咱顶个书来甲咱解说其他咱的新歌，啊，咱邀请着其他咱的神队吼，啊，跟咱的国乐吼，真正拢是真优秀的团队吼。那如果大家对咱的一寡音乐啊乐器最较有兴趣，来再欢迎大家可以来草子这边报名吼，或者再把咱的名单报上去，大家都可以来让音乐陶冶你的身跟心，和音乐咧，和咱的心咱来起来。啊，咱即摆咧，用最沉静的心吼，咱将咱的心静起来。啊，咱等下吼，时间咧要来交互咱的点传书，但是咱即摆要心静来进行吼。各位先生，来，咱甲家己自由填起来，家己自由填起来。啊，拍头爱有爱的鼓励，然后就是说你很棒吼，不是讲候选很棒哦，迄个你咧讲迄主席的你哦，啊，嘛是咧。邀请咱的刘建华师傅，刘建华师傅你很棒哦，你的掌声请掌声欢迎讲你很棒哦，来爱的鼓励你很棒，咱就来请咱点头师傅来预备，来准备哦，爱的鼓励爱精神哦，无精神的当开始啊，刘建华师傅有来当，咱做对手开始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停，爱的鼓励来想来拍。来啊哈！所以咱有爱的鼓励哦，来预备开始。好，啊，咱家有个师兄，你很棒
请讲诗词碑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点传师好。请坐下。喂，天云，陆天云，各位天文师，各位助理，各位名人，各位人才，各位关注人才大家午安。希望上天慈悲，咱今仔日才有这个机会，你我同在一道，大家互相多参与研究。咱若读班呢，会使讲吼，迄个中道士实在讲啦吼，护法人有听你遮，护法嘛是走去咧偷，走去咧骗啊，其实这是正常的代志啦吼。有咧困中道的人，无去困一个吼，10分钟嘛好，安尼啦吼。先我拄一个吼，都嘛好安尼。毋过吼，若无困中道的人吼，伊习惯习惯就自然啊。我这吼有困惯时吼，佮倒落目睭体起，若讲一会抓，也无困吼，体嘛较看我安尼就对啦。目睭放体起嘛较看我，实在真正有影吼。所以讲即个中道士吼然后无所不用其极，为着要赶走即个困魔吼，所以讲吼嘛有古讲嘛有咱个用心果好了果甲你拜讲吼。因为呢，然后进弄体贵，就是要落互遮困魔会走煞啦所以讲搁落去就毋通搁困啊，安尼啦。咱即摆下身呢，这无简单用心辛苦这无简单，这会使讲练真久练真久。大概呢有当时若开班才有才表演有当时你要看伊表演，有就爱看机会啦今仔我有这个机会，会通看到咱中心呢。小单位所以讲所练起来的成果呢，实在讲技巧真好讲了嘛真动听啦。咱趁着以前个掌声，来邀请着咱用心的成果
喂，敢好听？应该呀。讲小只无力啊，徛我讲迄公头文章，互你两只手举两只大腿刀举下，我唔免讲，你就行较酸啊，讲我无法度啊，所以逐项拢是练啊，拢是练出来啊。你看安尼苗条吼，啊，讲食菜讲无力啊，迄讲拢甲变变去，安讲迄20分啊，20岁。讲了有通，都透有咱。你嘛看安尼呢？你要举迄带遐搁举悬悬要讲，迄无简单呢，迄无简单呢。你等下南昌市，你若厝两支顶啊，等去厝吼，啊举悬悬，等去讲话嘛，面通甲穿偏悬，安尼安尼有哪安尼讲，试看看就知影讲，哦，安尼有面头啦，安尼有面头，哦，啊所以讲的时阵啊，看人在做，咱就做简单，互咱人看着过去哦。若看到这讲师咧讲道理，白就好，啊，才讲遐久啊，啊，才会这，这是要有偌久头啊，当讲遐久啊，啊，看伊咧讲吼，都毋免出来做简单呢，安尼呢。伊咱若要学吼，嘿，真困难呢。啊，前辈者当时咧教，迄手会拖呢，安尼咧会惊呢，啊，有学是有学，毋过两只脚拢准起来呢，安尼。伊讲无要紧，也无要紧要怎，大众甲当做西瓜头，嘿，安尼啦。嘿，有人时啊，遐时啊，内咧做讲师，伊啊拢拜拜呢，也就多讲吼，遐伊啊听呢，迄人毋知上我这拍带啊，吼，为着要讲我习惯，啊调会知，吼，调会知啊袂惊，啊袂惊道理就来，啊你若会惊吼，一心要惊，你想要讲啥，我怎啊袂记一字，袂灵感，吼袂灵感，啊过去咧讲道理吼，嘿，头一阵无共款，较早啦讲一个故事啦。啊，42篇的《歌经》啦，哦，也讲一个因果安尼尔，嘿嘿，大家听到吼，啊耳仔拍拍的，啊人咧听嘛是安尼咧听咧，足认真的，哦，也像即阵呢，讲师无所不用其极呢，迄经典吼，哦，今仔无简单呢，今仔请老师过去咧讲，来遮呢，透过讲师讲互咱听呢，哦，老师呢，啊。当时所讲的呢，因为今仔要听《道德经》无简单呢，《道德经》呢伫全世界排第一位，所有的经典就是《道德经》，《道德经》的票数上悬啦，安尼啦。啊，咱今仔日会当听到这份《道德经》，这无简单。哦，所以咱若讲咱无法度，每一个人都有法度，只要你要学较唔学安尼。哦，有当时啊，我来甲大家报告吼，所有的经典为咱所编排出来。92本，吼，看是经，还是术，还是注，注就是空注、真注、老注这种啦吼，还是注，吼，还是集，还是其他啦，还是编，自家会编，迄个孙家编法安就对啦，吼，迄种的种种拢有啦，无论是唐诗汉书，种种算的。有人编辑92本，吼，你若讲会出来经书，伊就拢有，吼，伊就拢有。啊，所以讲这有人时啊吼，互我拢输入我的手机啊来，啊，我若要看吼，要看对本经典的，我甲点落，看要第几章，伊就走出来，哦，我好，透人遐用心，遐济个经典呢，迄是要编偌久啦。迄若互我甘愿讲举手头啊，讲我这世人嘛无法度咧，安尼。毋过你无法度，别人法度啊，哦，你无可能，人别人有可能啊，安尼啊，哦，也所以讲有当时啊吼，我来咧讲有当时你毋相信。种种拢有爱就对啦，互遐一个甲看的吼，我讲好，啊人太遐用心，平时这个人吼，太真正
头壳遮尔好啊，遮尔啊用心啊，其实讲啦，在咱修行学道，对人无共伊啊，世间足用心的人足安尼济，吼。咱今仔有人写讲叫咱修行学道来遐听道理，有人时啊听一半都拢困了困的，对毋对？哎，互我坐伫后壁吼，嘛拢有人时啊会拄久咧，毋是我袂啦，我会晓讲啦，我家己有哪会啦，毋是我袂啦，安尼啊我嘛无爱困的，毋过拄只头拄。有咧警示讲诶，你袂使共困上困是歹势，对工书歹势安尼。要话来遮我拼命困啊，吼啊讲伊啊，困我的啊，相起来咧听诶，吼安尼。咱若安尼就对不起着家己啊，对不起上天，对不起家己啊。我知影咱人也爱困，啊小可头拄前度，探伊白个听，吼较认真听，安尼就无对起咱家己啊，吼对起咱家己。所以我就讲为。我一三性一心，为因我以不忠厚，以朋友高不信厚，团不信厚。现在为因我以不忠厚，迄个为因我就讲你共做工课，话人拢爱说，啊我食头路，安尼共浪费时间在过薪水照领，那安尼对你家己无忠，哦，你去共做工，啊你共趁1000外箍，你做迄个价值无，你也家是安尼望你心肝望看嘛。哦，那无迄个价值，无用心啊！你对家己无忠啊！啊，对家己无忠，对头家无忠啊！哦，所以你讲领偌济薪水，爱做偌济价值，是毋是在甲咱教？安尼叫做忠啊！话忙讲嘛，啊在误干的啦，拼去补的啦。啊，你要摸一个吼，啊时间上咧害吼，啊薪水嘛是安尼发，你要拍拼讲较歹听，是要葡萄家人啊，好好话，佮安尼甲你讲咧，吼安尼。啊，所以讲诶，安尼心内就无忠。其实你做偌济工课，人拢看出出，吼。迄话人看，互头家来啊感动吼，迄就是足够满啊，吼。伊若拖啊去请工吼，我拢袂去来看，看无来用，吼。若上过去咧做时咧先菜头啊，啊，这人是你拢先偌济，啊，请你几个人头我就几年，你到底甲我先几年啊？我无记你拢大毛，哦，嘿，你拢骗我骗你。哦，啊你若讲有正常差小可呢，有哪真认真，画骹手较尾，画骹手较慢，这差小可呢嘛真认真安尼。哦，啊若做到头家去啊感动，迄就麻烦啦，迄就是老毛啊，安尼。哦，所以讲吼啊，你安尼想，人有人在看，啊，毋是咱家己咱想咱对，安尼绝对袂使。啊，所以讲今仔日搁倒来呢，这首歌今仔有较特殊，今仔老师呢。卢老师呢有邀请到咱迄个信息单位有几位呢来遮合并啊，吼，参咱遮大家演奏啦，吼，所以讲其实拢共道场，即马安出来遮吼，大家互相见合啊，互相见合，增加即个喜气啊，吼，即非常的欢喜。今仔日呢，要迄个即条歌呢，即首歌呢叫做《人西》，吼，人西吼。人西吼，哦，迄若有一个西头，等下人阮也袂歹听，安尼就对啦吼。你忙做啊摕起来吼，啊像人啊咧歌乡吼，啊一个西头带你的迄个乡安族安尼人的，安尼就遐徛咧摕钱安尼，安尼吼，安尼。话摕上少伊佫无啥爱呢，迄人西有骹步的，迄骹步打出就爱刷只步骹就爱抓对，啊若爱跳起来拢对跳，哦，迄有步数，迄文言是无法度呢，安尼。也今仔较听啊要弹，就是即个人西，即咱老师做的啦吼，伊才讲的吼。今日坐在佛堂内，诚心诚意上天灾哦，安尼，哦，这是足别文化啦吼。今仔日咱大家拢坐伫佛堂内，有诚心有诚意，上天拢知影。咱人拢有人想讲天灾地灾，你知我知，别人拢唔知。为啥个天灾地灾啊？靠迄无人知。咱人拢爱讲，我甲你讲，你嘛甲别人讲哦，其实拢无人知。唔免自己，大家拢知。所以讲规矩若要讲，安尼你唔茫敢讲，你唔茫敢讲，大家拢唔知，敢你知咩？啊，你若甲我讲好，什么人甲什么人安怎，我甲你讲，我这严重哦，这袂使讲哦，安尼哦，这若讲代志大条哦，绝对唔通讲哦，安尼。
即摆互人甲我讲，我就听好，我即摆甲我较好诶，我就讲吼，破魔人攻杀安怎。即袂使讲个代志大条啊！我讲伊知，你家知就好啊。啊，迄个嘛讲哦，譬如讲啊，一个团一个，大家拢知影。哦，所以讲有当时啊，成语讲叫做守口如瓶。哦，有当时啊，讲叫咱毋通讲。伫遮都还袂转去的，伫遮咧开会，我毋通讲出去，大家拢知啊。安尼看见无咯？宿地由传名成人。伫大学安尼圣人安尼讲，宿地由传名成人，比摕批搁较紧，安尼就对啦，安尼啦，比咧摕批搁较紧哦。所以咱修行吼，讲叫咱毋通讲，拢讲，世间无有毋通讲的，安尼就对啦。然后世间无法无秘密，阿两头仔都有迄个盼望，安尼就对啦。吼，所以修行有当时啊吼。家己吼爱诚心，你家己诚心诚意，上天知影，你骗不了上天。有当时啊，今仔是抱着应会，啊是真心来听的，吼，为是应会尔来困伊个，看伊个册，买伊个手机啊，哦安尼，哦，讲师讲讲师话，做我家己个，上天拢知影。咱来对起着天，对起着咱的良心，吼。所以讲啊，上天拢有体甲咱看，你有信心无？上天是爱咱迄个真诚尔，咱修是爱真诚尔，毋是讲你做我讲道理，做我讲道理尔，讲无照安尼做吼，最起码讲10分无，你嘛爱做6分，吼，4个甲你嫌啊，6个学咯，安尼成功啊，你就对不对啊？安尼就对啦。要人要做甲十全十美，无简单。无简单，较早互我讲过吼，有当时无简单，人的当中吼，脾气毛病作原咱真济啦，喙甲喙紧来成拢无，喙甲喙会相介，相介淡毋着就安尼吼，像真个夫妇有当时淡不当着，你行你个阳光道，我行我独木桥啦，刷去安尼就对啦，安尼吼，当时呢，咧恋爱吼，下时阵吼，汤淡袂甜啦。小可口角安尼尔吼，就安尼好要刷去。即阵的人现实毋比较早较避暑，较早行咧约会手牵手都风快人都会笑的，对毋对？安怎约会你知毋知？你较早有当时做事安尼念的，嫁婚约会后壁交，你嫁婚约会前后壁交啦，甲咱男朋友后壁交。官尾拍甲做河头啦，迄官吼。迄真悬拍甲做河头，我要去对约会，我拍到遐，就是拔对安尼就对。官尾拍甲做河头，人知影袂吼？某人参赛要约会吼，迄就脾气甲偷，也毋知对一个要求，就来甲阮偷啦，迫害阮的姻缘是无够啦，你看，较早迄老辈吼，你连个4、5年迄偌够的，你知毋知？这约会安尼，即阵毋是啊，即阵讲较歹听个，手牵个安尼吼，话大讲安尼搭袂安尼好，互我讲吼，迄若真互咱这真歹老辈吼，安尼啦，哇！现代社会个有稀奇啦，所以讲个是过去较避俗，无像即阵安尼，也欢喜就斗阵，无欢喜就分开啦，过去是分手，互我捌讲过，一对夫妇，因先生是数学教授。教授毋是老师尔，教授伊是太太是较社会气，交陪真快，较爱佚佗，较爱参伊较外向安尼啦。迄个伊先生呢，迄个教授呢，较内向，较毋爱参人安尼，安尼有诶无诶。好，转来吼，太太有当时佚佗较袂紧，爱煮饭上爱煮饭，上慢煮饭，安我就搁加话啦。好，安怎爱念。念了吼，大家吼念一个句吼，哇！大家拢起口角，一个起口角到尾吼，忍袂住，无安尼啦，你若嫌我无来伊开的啦，你做你，我做我啦，安尼拢毋免就遐，拢袂嫌你啦，安尼就对啦，因先生我随看随要离就来离为着一时之气呢，无忍耐呢，就离就离嘿，讲离尔，我凊彩讲你凊彩讲要离安尼，甲讲出嘴要离就甲离就离婚。即摆因离婚想讲好，伊嘛做毋甘愿啊，因太太嘛做毋甘愿，这教授算啥物？伊买份离婚了，转去常常就转来，伊当然留一条批互伊啦，留一条批啦，迄
可能倒啊顶伊包款款就离开啦。啊，伊就批伊就甲拆落看吼，好，阮太太，无闲的太太毋知交代啥安就对啦，毋知写啥吼安尼。伊无写啥，我那写数字，你既然数学教授，我就写数字啦。伊甲写145乘以154，吼，伊就拍就145乘以154等于都22330嘛。啊，即摆要除以数，除以数，等于都5.582.5嘛，吼。啊，即摆考过伊佫一个挂号，1加1。后壁甲写一个80啦，安800啦，安尼啦，嘿，这数学教授算无啦。1加1等于2啊，啊闲啊后壁佫一个800，嘿，迄叫拢无安尼就对啦，到尾安尼。这231叫无啊？我问我学生，我30外学生，敢真正袂一个知影？啊，若袂一个知影，这偌大啦安尼。伊怎毋捌，怎自家去问伊的学生啊？好，今天老师呢做个题目呢，算数给大家算，安尼啦吼。按照大家吼，伊就先乌帮啦吼，145乘以154除以数挂号1加1后壁80安尼啦。迄个看头前遐阴天先遐做我读册吼，大家拢害怕，我哇，这也拢毋捌啊。按教授上，我都毋捌咧，啊伊太捌吼，啊嘛无嘛看30外个，一个捌的无。迄拄仔一个上他们读册个，上他们读册啦，拢小个咧训练就对啦。知道的举手，天天举手了，大家都听啊，大家都看我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老师这个很简单啊，大家见到头发要歹，迄个安尼拢出来外口咧无认真读册，讲这个很简单啊。好，你出来谁？啊，老师，这个太简单了啦，这个是在骂人的呢，我这个骂人的啦，安尼啦，我是骂安怎？145就是咧讲145乘啦。啊，这名阿公吼，你是到丢呀？你做代志无像个成功的啦，敢若默默驾车安尼尔啦，安尼啦，乘以145，各规定就知影嘛，145乘嘛，154处嘛，154处啦，无讲好的，那你吼做人失败无讲好的，安尼就对了，除以数就是4嘛，除以数嘛，你做人拢失败嘛，按你这个数1加1等于王嘛，1加1个头这就是王嘛，数王八蛋，后边八蛋。丁美先生，你这个数王八蛋，这个迄个教授看到迄个学生吼。讲哇，认真读册拢毋捌，这无认真读，嘿，这小学吼，这小天吼真正真厉害啊！伊学生我一个下名，原来阮太太毋甘愿在骂我154处154乘啦，154处啦，这个数王八蛋那就对了，伊较知哇，我连做阮太太毋知甲我交代啥，原来就是咧骂我安尼啦，毋甘愿在骂伊啦，所以咱人有当时都爱忍耐。相拍嫌无力，相骂嫌无话。有当时若相骂好都10外台拢压出来，安尼啦。若好讲要上贵啦，安尼就对。迄阵咧协会拢上万啊，拢上万啊。若咧相骂拢蛮坏你拢蛮坏，要相拍坏强多，若咧相骂拢蛮坏。你若坏哪骂哪大声，有人写要拍要死，安尼就对啦。我若甲拍伊会尖嘛，对毋对？你若坏强，比大人嘛较忙落咧，其实讲唔着，迄个去尖命。因太太讲无对啦，安尼啦，你会假搞会来讲，我就讲命，对毋对？假无伊拍，好，真正出手呢，真正拍呢，真正拍拢拍着迄中间只，安尼就对啦。迄个一去站上，他听较好讲我有够衰啊，我叫顾家安尼因太太拍无对拢拍着我，假无，你看人讲你假无，各位假无安怎？讨赔听啦。安尼，假无就讨赔听嘛，所以讲咱人有当时修炼爱有忍耐性，爱有忍耐性，所以讲天拢知影啦，爱规矩矩呢，勤礼拜，咱来规矩矩勤礼拜，拜爱有规矩矩呢，话拢无照规矩呢，迄是规定咧拜安尼咧花合合呢。迄若家己咧办偌紧，你敢知？毋知咧讲啥呢？迄话叫分长，向我忝忝，小小2块在53块
4、5、有考就考好，我就爱念安尼就好啦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好，我就爱念。啊，万一听安尼撇起来，安尼就对。哦，其实哦，这拜拜嘛，是种个享受，是调整咱的身体。哦，这调咱的身体。哦，若讲会信呢，要爱水火气济，咱即个水火气济卦，上下经34呢，到气火水火气济兼脾济，后壁还佫有一个脾济卦。啊，脾济就是吼，颠罗颠倒啊，咱咧拜咱叫做心火、心水，吼啊，咱的水伫下骹，啊火伫顶悬，安尼所讲身体较会破病。啊，咱若咧拜就无共啊咯，水就伫顶悬，啊火就向下，啊咱若咧行水火伫下骹，啊甲行水就会滚，啊身体就会好，气就会畅通。安尼咱身体就好，大摇拜吼，对咱身会有好处。毋通就啊讲腰酸背痛，哦，拜三腰酸背痛，你某一经拢有病啦，所以讲你拜才会痛，安尼啦。啊，你若拜到好袂痛，你迄个病就变就好去啊。哦，所以讲咱人吼，若讲的时阵带病，才知影讲吼啊，生命的宝贵，才听想要去问药啦，安尼啦，上较早互我作用，吼。迄阵咧教大队的时阵吼，迄阵拢作用啊。前摆一个老师母一个来，啊到伫以前佛堂，就甲我叫我徒儿啊，你身体差，你身体歹，安尼啦，吼。不要像为母啊，赶快调试过来啊，赶紧就调倒转来，唔通像师母中风安尼就对啦。哦，我定甲帮忙啊，就是讲到头仔疼，我拢食鱼哪疼吼，啊一个头壳一个疼，气风风看卖吼，210几啊，我哦，这安尼讲，医生甲我讲你安怎来？我家开车来，我好险啊，安尼就对啦，安尼。安尼你我拢开车，啊你甲我感觉啥？我无感觉啥，小我头壳安尼。安尼小疼安尼尔，210几。吼，我还听讲哇，我有做个后，师母讲的吼，伊无甲我讲，我袂去碰啦。安尼啦，我就加食鱼哪顿啊，头疼，安尼啊就了我是切落来。啊，检查他讲，抑佫有糖了啦，我无看我病，真正我上当都少咧。啊，一个师母所讲的吼，条文书甲的人才吼，嘿，师母是对啊，毋对？哦，大家嘛拢有这疑呢。啊，这条文书会记，等于条文书常用的啊，吼，伊个做新人就常用的啊，也毋过吼破病就打嘛，安尼就真个。哦，啊，所以讲检查起讲，哇，原来我的病安尼，所以讲我今仔会当小可延长益寿吼，拢是先去师母甲伊交代的，安尼啦。所以修行无好处呢，修行安尼就简单啦，也无发现早就安尼啦，袂对。找我目睭带安嘛无一定啊，吼！啊，师傅就安尼甲你点拄一下，你就知影通食药，安尼啦，吼，食药。啊，即摆食药，食药对身体佫无好，拄着爱小可研一下啦，吼。水疗法，爬到暗时啊，爬天啊，去化妆室一定爱啉茶，吼！啊，逐早摕上节要有300cc，你的身体遐的毒素会排消，人也较袂中风，人也袂中风。要无吼，为去超冷气，啊回爽，迄个水分无去吼，爬起来迄个透早迄阵爬起来就当啊皮皮，迄阵就无啊，安尼就对。吼，毋知影讲这边的水疗法才好用，安尼就对。吼，这是简单讲起啦吼，哦，若要讲的真说袂了啦，吼，是真啦吼。啊，咱知影吼，爬起来一定爱啉水、啉茶，温啊下吼。爱规天礼拜。我若甲你讲迄个查讲哦，拜咱的性命，遗苦拜咱的命，就是咱的退休才会哪来哪长啦，安尼啦，爱来去太认真拜，袂偷工减料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咧，烦恼马上化为田，心先本如来。所以咱人拢有烦恼，赶紧甲化掉，化为田，田迄种田哎啦，迄烦恼拢假的啦。若烦恼会解决，咱个烦恼就解决啦。毋过就袂解决，嘛就爱面对现实啦。哦，所以讲咱本来拢是如来，神仙嘛是如来去做的啦。哦，如来嘛是神仙，啊嘛是人啦。你若好啊修，好啊做，好啊度人，别日咱拢成佛啊，成佛。所以讲神仙佛拢是咱人去做的啊。看是咱愿意肯要做，甲毋肯做，安尼尔尔。
吼。新鲜诶，这有合笑的啦吼。珍守性海早日复出正年代啦吼，快乐开怀自由自在啦。咱若会安尼做吼，修行、听道理，也是来拜拜，种种呢，自然呢感觉真快乐。这是我日常的功课，咱来欢喜修。因是怎欢喜修，就是要转来西方，要知影这条路转来西方。我本来是佛，配合你的佛，你爱做佛的工课。咱咧做事拢有欢喜心，甘愿做欢喜修，安尼啦吼。珍守性海早日复出，才有讲正年代，吼。所以讲咱大家拢想要转来成佛，有一个高位限制，毋通搁来做人。毋过呢，你若无珍守实践啦，咱的灵性，你若无好好修，好好把握，毋是敢听道理尔。若要甲讲起吼，互我嘛上拢袂晓。要甲讲也毋听，毋甲讲也毋听，是对也毋对安尼啦吼。上咱若来开班，咱家己本身若来开班，拢是阿母爱的，像阿母爱咧去咧，逐项拢阿母爱的，拢老母娘的。要叫你导人，你也讲无当导；要叫你去做份大摊，就讲你无法度，无要创啥，敢会只听听的。食安转来呢，安尼完袂了呢，也袂消呢，安尼呢，也无分到要开刀有诶，毋是惊你食啦，吼，无嘛爱互兄弟姊妹一个了缘的机会啦，消业业啦，要消业业要安怎？这现哪数呢，都歹讲呢，吼，毋过佫无讲咱的过程呢，就咱学校的本单位即马拢想讲吼，点样说法去？这人用这讲啊。若叫伊开班是我开班的，录人家无人家录一摆嘛无要紧啦，1000个录无嘛无要紧，实在是的啦吼。要人家无嫌多，嘛无嫌少啦，安尼啦，吼。带分情呢，大家一起呢，做一个回向啦，了呢钱较摕去落去一个功德箱，安尼就对啦。无我今仔食这顿，无嘛我也有落50块，我嘛无白食，我嘛无互阿母请呢，安尼嘛食我家己的钱呢。安尼我嘛加减会消减呢，安尼呢，落较济，做做功德会消减呢。画单位哦，开班食饭爱钱呢，一顿50块呢，画安尼咧做呢，安尼，安尼咱是讲较寒酸啊，惊人袂接受啦吼。也袂当我家己在来，伫遐大人也无听道理，敢无听道理，叫你创啥拢无，干只报喜上简单嘛，吼。坐少实在意嘛，坐少实在意嘛，这老亲情嘛，计较个人无共款嘛，安尼，互伊加减仔会消减，身体无共款会较好个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做了吼，大家讲这早就爱讲啦，这袂歹呢，安尼，这佫袂歹，所以咱拢有咧继续啦，有咧继续，所以我爱好好修，欢喜学佛道啦，所以讲来讲去，拢叫咱爱学佛尔啦，咱爱学佛啦吼。一步一步的功德做，迄毋通一步就登天，做事起头来，拢嘛一步一步来做，一步一步来做。毋通讲我无时间啦，到互我有我就要食菜啊，就来开心来修行啦。讲安尼，这世人都无法度，你著无地基，著无对第一楼扩建，你是份著要跳到8、9楼、7、8楼，哪有可能啊？所以讲呢，经济爱跑好势，像咧练功夫共款。先头要所在嘛，不准好好，安尼就对啦。迄就是咧，甲你讲过迄个地基啦，安尼啦。逐项拢是为地基拍起啦吼，所以修的嘛是同款，一步一步来，按部就班，按部就班，安尼呢，自然而然，迄个功德就有啦，就有啦吼。不分年纪，轻啊老，毋通分年纪轻啊，看啊，互我拢常听到这老菩萨。阮老啊啦，互你少年做就好啦，安尼啦，不得老啊啦，安尼我大啊，其实老菩萨必须得爱出来，你出来会准咱你活动，你知毋知？你今仔老菩萨若开班有出来讲倒去修行甲宝贝，
你若看这老菩萨修50-60年，都要搁始终如一，出来比较济啦。见到业拐安尼吼，爱抢的话，坐轮椅倒回来吼，这状况偌舒适安尼就好了。干那你安尼就会吸引人，安尼你就公平啦。啊，你毋通讲你老也无法度安尼，吼。啊，当然是咱老过去有做，咱有趁一点路边仔啦，吼，哎，但是毋通搁开好了面咧，吼，咱趁一个边仔，啊，少年的时呢，鼓励这少年的，啊，无咱来带动，若甲安尼甲少年的几个尔，我啊多无好读，甲咱2-3个尔，对毋对？伊的信心怎啊？咱出来当增加信心，安尼咱的道场会哪来哪方便，啊，哪来哪方便，所以毋通分老甲少年啦，吼。拼甲咱一口气无来，安尼尊拄好，安尼才爱公平好啊！天上的各位现干净，你做偌济啊，上天就互你偌济，你毋通去怪别人啊，毋通去怪别人。不分年纪，老甲少年啦吼，只要功夫下心高啦吼，修到第好啦。所以讲，只要咱的功夫呢。爱下深沟，爱落实就去做，自然才会悬啊，功德才会大啊！你毋通讲就是我才来一厝尔啦，来听人讲讲，等于就煞去啊，安尼啦吼。讲做人也无当多啦，要做工课，无法度，头路无法度，要创啥？对毋对？所以讲的是呢，咱会当做啥，咱就尽量甲做啦，修行第一好，天上天下唯道独尊。大家拢是这条路，这条路就是要往西方的路，大家拢爱要去西方，拢不断去做，安尼啦，所以讲，互我咧听迄人请迄攀龙歌吼，好，我咧养起来抓钱买路过，安尼就对啦。互我甲讲先生啊，你看你地府，你有看你西方呢？伊讲你有真足要听尔，我有啊，太热，我咧听。你带你讲，我拢分享甲你听呢，这课嘛是我的功课，我拢有哪听呢？到底是现对家己呢？对家己的安尼呢，我毋捌听西方呢，迄望门水呢，边仔一狗仔过互咧赶狗的呢，开甲奈何桥呢，无开酒对先生桥呢，对毋对？最起码你嘛把人家报地咧讲的先生桥，我嘛安尼可能西方无安尼就对啦，所以讲的是呢，互我甲讲讲的吼，好，这个事种伊伫人伊学起来呢，有影哩，叫迄一彩吼，讲咱讲甲看西方去，有影咱拢入去地府就对啦，安尼去奈何桥哩。即马等于吼，后摆出来无共安尼，咱请西方佛祖，甲咱引进西方哦，好，就要赢过来就对啦。互你袂抓包起来，有啊，我嘛要看西方咧，对毋对？安尼啊，所以讲咱人永远都毋捌。你若共讲一个吼，伊上咱有咧听啦，安尼啦吼。互我是来甲讲过，你有咧听咧？有啊，我头听甲煞，安尼对。是我念互你听，伊讲毋免啦，安尼啦，毋免啊，无通去西方啦，安尼。所以大家拢爱去西方，西方要安怎去？你无修无做，毋知影这条路，你读行嘛行袂到，嘛伫遐咧说，安尼就对啦。所以咱今仔大家拢有求道，拢了解，所以讲道第一好，第一好啦吼。普渡家道，毋惊艰苦啦吼。所以讲咱渡人救人，咱这就是人上人咧普渡遐高门遐贵啦，安尼啦。咱是咧普渡遮地下遮众生。这兄弟姊妹，要人互伊普渡，互伊得道，互伊当好啊修炼，把伊手牵手转来西方啦，吼！才有法度圆满功果，回天老母四年代，等于老母才会4年代高位啦。你若无做，想讲要扫涂骹，你当作西方拢遐尔啊无出去尔，就毋通你去扫涂骹尔，吼！所以讲你毋通空思妄想天上的各位人间天，咱伫遮咧做，所以讲你做偌济，上天就互你偌济。你拢无做，等于到地你就堆天占地，无采我有求道，满人就朝我当天求道尔。伊做甲工书做我拍拼，做认真，但是呢，咱都拢无做，莫怪人伊求，伊也毋通做，我无啦。迄阵甲咧堆天占地，拢上万啊啦，所以毋通分年纪。邀请大家来学佛啦！大家来学佛好唔好啊？好，等于我遮面皮，政治会大拢好啦吼。所以讲有当时铺面面皮拢安尼啦吼。大家拢下时就讲好，等于就袂记，就袂记起。
所以讲呢，咱即摆要落来呢，互我报告高车，落来邀请咱的卢老师呢，带领着咱呢遮的迄个国乐团呢，来演奏啦，吼，咱就热烈掌声，请卢老师啦，卢老师。